天我會講43米垃圾線。已停辦的港島市區巴士路線43米，由城巴營辦，循環來往田灣駐富一及石塘咀，途經華貴村、華富村、碧瑤灣、大口環、摩星嶺及堅尼地城，服務域多利道絕大部分路段，旨在接駁沿途居民往返港鐵堅尼地城站。路線資訊起訖點田灣石塘咀途經華貴、華富、碧瑤灣、大口環、摩星嶺、堅尼地城路線全長24.6公里，行車時間82分鐘，開辦日期2014年12月28日，停辦日期2026年4月19日。營運資訊：停辦前營辦商城巴，停辦前派車廠黃竹坑海洋公園車廠 S， 停辦前用車1830負1845 70XX 8128 8202 8240 8319 8320 8351 8391 8399 8402 8483 8490 9108 9148 41050 95XX 420XX。 停辦前收費資料：全程車費7.1元，分段收費，段數5。停辦前服務時間：起點服務時間05點40分20、3點50分，班次20-30分鐘。運輸署在配合西港島線通車的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中，預計港鐵港島線西延於2014年下旬通車後，部分乘客會改用短程接駁服務往返新鐵路站，因此建議新巴 43X 及 46X 線合併，為新路線43米，仍由新巴營辦，循環來往田灣及堅尼地城，途經華富村、薄扶林道及堅尼地城站，以便沿線居民接駁港鐵。由於該計劃同時建議停辦 M47 線，令域多利道沿途失去行經該區之非過海巴士服務，引起該帶居民不滿，令 43X、46X 線之重組亦有不少意見。運輸署於同年11月修訂方案，43米線改由華貴村開出，並改經域多利道而不經薄扶林道，並提供與4X 及7號線之間的轉乘優惠。當局隨後於2014年1月再度修訂方案3，建議路線改為循環來往堅尼地城、卑路乍灣及田灣，途經域多利道及華貴村。至同年3月，方案再被修改，總站回復設於南區，循環來往田灣及石塘咀，途經域多利道，並改由城巴營辦。在運輸署2014年7月的最後定案中，田灣開出的尾班車由23時30分延遲至23時50分。同年12月，運輸署刊發的交通新網絡便捷聯繫港島西改動小冊子，則列出田灣開出的頭班車由6時正提早至5時40分。2014年12月28日，港鐵港島線西延至堅尼地城站43米線投入服務，來往田灣及石塘咀山道。開辦首年設有與港鐵 0.5 元轉乘優惠。6789此路線之開辦是配合西港島線通車的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中首批實施的改動之一，取代同日停辦的 M47 線，保留舊有路線的全部分段收費，另增設華富村往田灣3元分段收費，為全程收費較 M47 線昂貴。2015年5月1日，
往石塘咀方向增設域多利道華翠街站。2016年6月1日，增設實時抵站時間查詢服務。1243米線走線迂迴，沿線乘客傾向選用其他途經薄扶林道的路線，例如城巴4、4X、港島專線小巴23線等，來往香港大學站或堅尼地城站接駁鐵路。此路線以西區及域多利道為主要服務對象，卻又與過海隧巴971線及專線小巴58等路線重疊，全日大部分時間客量偏低。2023年城巴新巴專營權合併後，城巴着手重組巴士路線，早於2023至2024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已提出將此路線併入971線，安排後者來回程繞經華貴村及華富，往海麗村方向繞經田灣村，並新增由石排灣至水街的短途分段收費，延長服務時間等以作補償。時任南區區議員司馬文質疑兩線上學時間載客量高，引起家長不滿。971線本以5輛雙層及4輛單層巴士行走，重組後將加派2輛雙層巴士。城巴代表會上回應合併後，971線將全線改用雙層巴士，以應付需求。翌年初，城巴舉辦傳媒午宴時表示，計劃該年內最快第二季起，以南區及中西區作為試點，於落實重組並提供分段收費的971線指定巴士站，安裝分段收費回贈機，讓市民享用回贈。2026年4月19日取消服務，並入971線。16收費43米線歷年收費原格收費調整